我是一个分家过行船的人，讲一个故事，互恁听看卖。有一日我的船只驶到太平洋，忽然间有一阵咖喱啊风，害我的船只煞来沉落海底去，我也是做着船只沉落海底去。一时阵茫茫渺渺山分去，家在这拄好呢，海莲王的千金出来巡游哦。请迄个小姐来叫阮起来，行到我身边，扛我爬起来。伊讲阮生做飘弟爱甲半小时。顺煞来叫去因厝，请我啉烧酒。我讲我袂晓啉酒，无法度。伊讲乌文地呢，伊教我啉美女，美女袂醉哦。两三罐啊美女着马西马西，头戆戆煞来弄着一尾海翁。无张无张，煞予伊吞落腹肚内，好佳在海翁一时煞来拍骹枪，彼时煞对伊片空旋出来。哎呦，惊一着呢，险险着来予伊做二哦。请问，也阁有咧海莲王。伊叫阮着爱，予伊来做竞赛，讲伊的财产袂来，予我分一半。我讲我厝内也有一个好太太，伊有两个查某囝，无人爱，叫多嘛当地呢，予我若转来去问阮差别哟。就是我昨暝忘记的，分家规面水金，大家拜拜哟。